點解經期前嗰幾日覺得成個人腫腫地，尤其是腳同埋個面特別重，體重都上升埋添？其實唔係你肥咗啊，而係經前水腫。咁喺中醫嘅角度啦，經前嘅水腫咧，多數都係同脾啦、腎啦同埋肝呢三個臟腑有關係嘅。咁首先咧就係脾虛濕困啦，脾本身咧就有運化水濕嘅功能嘅，而當你脾虛嘅時候咧，身體多餘嘅水分咧無法去代謝走，所以就會積聚咗，導致咧我哋可能四肢腫脹啦、面腫啦、腹脹啦，甚至容易攰咁樣嘅情況。第二咧就係腎陽不足，腎陽不足嘅話咧，水咧係無法去做一個氣化啦同埋運行嘅，咁就積聚喺體內啦，導致咧你會覺得腳腫啦、腰酸啦、怕凍啦，或者手腳冰冷等等。第三咧就係肝氣鬱結啦，咁當情緒壓力比較大啦，都會影響到肝氣嘅運行，水液咧亦都會滯留嘅，咁同時間亦都會出現胸悶啦、乳房脹痛啦，甚至係情緒波動比較大。咁咧可以做一個飲食嘅調理嘅，多啲食啲健脾化濕嘅食物啦，好似淮山啦、薏米、紅豆、冬瓜，幫助身體排走多餘嘅水分。適當食啲黑芝麻啦、合桃啦、杜仲咧，可以補腎助陽咧，促進水分嘅代謝嘅。第三咧可以飲養功嘅人茶啦、通乳健胸茶啦，同埋一個五子母肚湯去健脾利水。第二咧就係穴位按摩啦，咁我哋可以按摩我哋小腿嘅三陰交穴啦，可以幫助調理肝脾腎排水啦，同埋減少水腫嘅。咁如果咧水腫嘅情況咧特別嚴重嘅話咧，記得要揾中醫師去調理啊。根據體質啦，對症下藥嘅調理會更加好㗎。希望今日嘅分享幫到大家啦，記得 like 啦同埋 share 俾大家，下次再見。